跳起舞上嚟一樣咁勁。當年 TVB 仲首次舉辦熱潮舞蹈創作比賽，由麥德羅勝出成為舞王。佢仲跳出香港到倫敦參加世界大賽，仲打入咗6強添。我拍舞咧，由我自己度嘅，我就喺功夫裏邊抽啲出嚟啊，咁啊睇周慕狂烈又抽啲出嚟啊，咁啊夾埋咁啊，自創呢個功夫舞咁樣咯。舞王話：當年幾乎晚晚都去 disco 跳舞，佢視為一種健康嘅運動。嗰陣時真係好瘋狂嘅，講起跳舞，全港嘅後生仔個個都跳嘅，一去咧就跳幾個鐘頭舞啦。我仲記得嗰陣時帶幾件衫去，4、5件衫去咧，跳完濕咗又換，跳完濕咗又換，即係當係一種運動咁咯，好開心啊！真係，尤其是嗰啲叫夾舞咧，成班啊，嗰18步咁啊，成班成100幾200人一齊跳咧，哇，好墟冚。